下晝3點幾，阿仔阿女放學返嚟。如果喺香港呢個時候，即係開始第2輪搏殺，補習、練琴、做功課，分分鐘做到10點幾。但係英國，如果你見到書包唔係好多本書，你可能會覺得佢哋冇功課做，或者小朋友嘅時間用晒嚟玩課外活動。做父母嘅見到咁樣，好多時會 panic，心諗死啦！間學校係咪太 hea 啊？個仔嘅課業進度係咪會落後啊？但我可以話你知，英國學校重視 mental health、藝術同體育，絕對唔係偷懶㗎。以上範疇喺英國教育入面培訓一個成功成年人嘅關鍵。要對呢個制度有信心，首先要明白個終極目標。英國同香港對於叻嘅定義好唔同。香港個制度好似個金字塔，成績係一切。但係英國佢哋講求 whole child 全人發展。Ofsted 嚟查學校唔止睇成績，仲睇學生嘅 personal development 同埋行為態度。喺呢度 art drama 呢啲唔係閒科或者用嚟玩，而係 core subjects。點解？因為英國嘅職場同大學非常重視 soft skills， 溝通、創意、抗逆力。喺香港，一個乖乖地坐定定攞100分嘅學生係最 ideal， 但係英國一個攞85分但係識得帶領團隊、識得 debate、識得處理壓力嘅學生，反而更加 university ready。所以當你見到小朋友去踢波、排話劇，其實佢哋學緊 teamwork 同埋自信。呢啲唔單止唔係浪費時間，反而係幫緊佢哋打好學習嘅基礎。講到呢度就要講下我哋文化入邊一個好深層次嘅焦慮，覺得如果唔辛苦，即係唔夠勤力。香港人講求搶，見到仔女忙到唞唔到氣，我哋反而覺得安心。如果見到佢哋好開心、好得閒，我哋會有罪惡感，驚佢哋失去競爭力，驚輸喺條起跑線度。但喺英國班房嘅現實係，一個長期焦慮、好大壓力嘅小朋友喺老師眼中並唔係模範生，反而係一個 safeguarding concern。如果老師見到學生溫書溫到通頂好殘，佢哋唔會讚佢勤力，反而會擔心佢嘅心理健康。家長要嘗試改變對懶嘅定義，休息唔係懶，瞓得夠亦唔係懶。喺呢個制度下，識得休息 rest 其實係一種能力，幫個腦 reset，第2日先學到嘢。如果我哋唔調節期望，其實係會有隱憂。如果學校話 relax 啲冇問題，但你返到屋企就逼佢操卷，小朋友就會夾喺2種價值觀中間，咁樣會令佢哋過住雙重生活。為咗唔想俾你餓，佢哋會開始報喜不報憂。最慘係佢哋可能會開始抗拒自己嘅文化背景，覺得中文或者香港人身份係壓力嘅來源，而英國文化先係自由。想同仔女保持良好關係，我哋要俾佢哋知，我哋重視佢哋嘅快樂多過張成績表。咁點樣既支持佢哋，又唔會俾太大壓力呢？有3招可以配合返英國嘅做法。第一，重視閒科，放學唔好淨係問 maths 同 science， 問下佢哋 art class 畫咗啲咩， drama class 做咩角色， PSHE 堂學咗啲咩，俾佢知道你都重視呢啲科目。第二，重質不重量，唔好一嚟就填滿佢哋所有時間去補習，俾佢哋唞下氣。一個開心精神嘅腦袋一定學得快過一個筋疲力盡嘅腦袋。第三，3文治溝通法。如果真係要傾成績，試下夾心法，先讚佢嘅努力，再講分數，再讚下佢嘅性格。例如，我見你今次好俾心機溫書，雖然 Maths 個分未係最高，但我好欣賞你冇放棄，繼續試啊！移民嚟到英國係一個重新定義成功嘅機會，呢個係一個機會俾你嘅仔女既有好成績，又有強大嘅自信心。要相信一個開心嘅小朋友先係一個成功嘅學習者。你唔係降低緊標準，你係幫佢擴闊緊眼界。
多謝大家。